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ony 啊，我係 Sunny。咁今日就我哋嚟到呢個美麗嘅香港啦。咁今日就由我哋兩個嚟介紹我哋呢兩日嘅行程。首先，我哋嚟到咗我哋嘅第一站香港大學。香港大學成立於1911年，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高等學府。想要了解多啲，咁就等我哋採訪下呢度嘅大學生啦。你好啊，就係咧眾所周知啦，港大校園啦，咁地處香港嘅核心地區啦，咁同呢個香港嘅商圈啦、企業啦，都係嘅物理距離都係好近嘅。咁就係想問下啦，呢種嘅區位優勢啦，為你嘅校園生活同埋將來嘅職業規劃帶來咗邊啲嘅獨特便利啊？佢會唔會有存在一啲干擾或者缺點啊？對於我嚟講，係呢個不便之處會多過呢個便利嘅地方咯，因為反而係我考慮到要返工要買嘢，反而要離開呢個香港大學去到其他地方，因為大家刻板印象都會覺得話如果揾工嘅話喺商圈呢度會比較好啊。但其實我揾到依家呢，即係我自己返過嘅 part time 同埋我依家申請緊嗰啲 internship， 其實反而喺好似將軍澳啊或者荔枝角嗰啲地方咯 ，which is 同香港大學都相距得幾遠嘅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就向我哋香港嘅最高點太平山頂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嚟到嘅就係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。今日嘅行程哇咁快就結束啦，我哋早啲休息，聽日再繼續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嚟到我哋行程嘅第4站，就係全港佔地面積最大嘅大學啦，就係香港中文大學。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於1963年，係香港唯一採用書院制嘅大學。等我哋嚟繼續訪談下呢度學生嘅校園生活係點噶啦。咁香港中文大學就擁有香港高考中少見嘅大面積校園啦，而且身處沙田郊區，喺呢個相對寧靜嘅環境，對你嘅學術研究同埋校園社交分別產生咗咩影響呢？例如，因為香港中文大學位於係比較郊區嘅地方啦，咁其實係比較寧靜嘅，即係學校面積都好大啦，所以其實人群唔會太聚集啦，會相對其他大學會分散少少啦。咁其實係會有更加寧靜嘅環境去學習啦。香港中文大學雖然佢好大，但係其實嗰嘅社交圈子其實又唔係話即係因為太大，所以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好遠啦。因為其實師兄師姐對師弟師妹都會好好啦，即係會樂意去幫助佢哋咁，所以其實喺社交圈子嚟講，雖然佢比較大，但係又唔會話社交會特別唔好咁樣，即係其實都係好嘅。係，唔該。最後我哋嘅香港之行圓滿收官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